各位好，今日由我世紀21羽田地產 David 為大家介紹一個大埔區嘅樓盤。呢個大埔區樓盤咧，鄰近大埔嘅市中心。呢個係大埔嘅翠屏花園。咁我哋而家睇個單位實用面積咧，就262尺，係一個放售嘅單位嚟嘅。好，我哋先望一望入屋左手邊係一個廚房位。咁啊，廚房位咧，業主好細緻到可以擺到個蛋雞洗衣機，同埋側邊可以擺到一個預留咗一個雪櫃位。因為雪櫃擺咗廚房咧，咁啊廳個空間又會再大啲啦。係啦，咁一個嵌入式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。好，跟住我哋望埋個浴室、洗手間。咁洗手間就做咗一個企缸啦，空間都夠大嘅。咁我哋可以再望下個翠屏花園呢個單位個廳，一個長方嘅廳，原式一房嘅間隔。同埋窗戶夠多，所以顯示非常之光猛，同埋景觀非常之開揚。遠望到大元村、怡雅苑，非常之開揚嘅。跟住我望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足夠擺張雙人床，同有兩邊嘅對流窗，開咗就非常之通風。咁大埔翠屏花園咧就鄰近呢個巴士總站，交通就非常方便嘅，同埋都鄰近呢個超級城，食購物娛樂都非常方便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21羽田地產，多謝。